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大家姐。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沉重，但係每一個有小朋友或者將來可能會照顧小朋友嘅人都一定要認真聽嘅話題，就係琴日東張西望報道嘅一單工人姐姐虐兒事件。我睇完段片，心都實埋。我相信好多爸媽睇到都會好嬲、好心痛，亦都好驚。所以我拍呢段片，唔係純粹想追擊個工人姐姐或者鬧爆個中介，而係想從呢個不幸事件出發，同大家深入傾下我哋香港家庭，尤其係雙職父母，依家依賴外傭姐姐照顧小朋友，到底個制度有冇漏洞？我哋可以點樣做得更好，去保護我哋最寶貴嘅小朋友？首先，我哋簡單重溫件事。化名阿詩嘅媽咪，舊年10月請咗位印尼姐姐返嚟照顧當時只有3個月大嘅 BB。請之前都有做啲功夫，視像通話，睇自我介紹片。姐姐話自己喺新加坡做過，有經驗，仲接受到視像監控，聽落幾妥當，於是經中介請咗。點知噩夢開始，阿詩睇返夜晚嘅監控片，發現姐姐餵完奶之後，竟然用雙手狂搖 BB 個頭，搖到 BB 個頭前後左右咁飛。作為一個媽咪，我諗到個畫面都覺得窒息。阿詩第一次發現嘅時候冇即時報警，反而問中介意見，再俾多次機會姐姐，明確話唔可以搖 BB 個頭，但係姐姐話自己冇問題。直到阿詩發現 BB 冇精神，唔肯飲奶，再睇監控，發現同樣情況再發生，先果斷叫中介上門解僱報警。而家個工人姐姐涉嫌虐兒被捕。香港大學嘅關日華教授講得好清楚，呢種搖晃好危險，好容易整傷 BB 腦部，後果可以好嚴重。睇完呢單新聞，我嘅第一個反應係點解會發生？點解僱主阿詩第一次發現嗰陣冇即時報警？呢點我好理解，但亦都好值得討論。好多僱主，尤其係新手爸媽，遇到呢啲情況會好矛盾，心軟啊，想俾機會，覺得姐姐可能一時無知啊，或者自己講得唔清楚，報警解僱再請過，係一個極漫長同煎熬嘅過程，期間冇人湊 B。阿詩最後都係決定報警，呢個決定絕對正確。我哋要記住，當涉及小朋友安全，尤其是嬰兒，零容忍同即時行動係唯一準則。點解中介同所謂背景審查咁流？呢個係成個事件嘅核心問題。我哋香港家庭成日經中介請姐姐，我哋付出咗接近萬元中介費，我哋得到啲乜嘢保障？視像面試同自我介紹片幾多成係真？姐姐當然會講到自己天花龍鳳，以前喺新加坡做過，有冇證明前僱主評價點？我哋通常只係單方面聽姐姐同中介講，專業知識考核幾乎係零，請個補習老師都要試堂，請個護士要睇專業資格，但係請一個照顧我哋心肝寶貝嘅工人姐姐，有冇任何強制性、實作性嘅嬰幼兒照顧知識測試啊？例如點樣掃風、點樣抱、點樣處理喊鬧，咩動作絕對唔可以做，冇，完全依靠僱主自己教。心理或情緒評估更加係天方夜譚。一個人有冇耐性、抗壓能力如何，單憑1、2個視像對話點睇得出？第3部分深入探討香港外傭照顧幼兒制度嘅巨大漏洞。我哋成日講制度問題，呢單嘢就係活生生嘅例子。漏洞1，入職門檻太低，培訓完全真空。香港政府對外傭嘅要求主要係健康同身份證明，但對於要照顧嬰幼兒呢個特殊群組，完全冇額外嘅強制性要求。照顧長者都可能要求有護理培訓，點解照顧最脆弱嘅嬰兒反而冇？中介只係做配對同文件，有幾多會提供真正有用嘅培訓？培育教1個星期係咪真係足夠？姐姐可能喺自己國家湊大過自己嘅細路，但佢哋嘅方法可能包括搖晃，係咪一定安全科學？
漏洞二，中介角色模糊，責任唔清。中介收咗一大筆錢，但係責任去到邊？當發生問題嘅時候，佢哋通常只係扮演和事佬或者割蓆角色。有冇中介會為自己推薦嘅姐姐嘅專業能力作擔保？幾乎冇，佢哋只係賺介紹費，之後發生咩事，僱主就好似要自己孭起全責。漏洞三，監控同私隱嘅矛盾。今次事件全靠有室內監控先發現，安裝監控係咪必須？我覺得喺嬰兒房、客廳等公共區域，為咗小朋友安全，安裝監控係合理且必要嘅。請人時就要講明，並且簽同意書，但呢個又涉及姐姐嘅私隱同尊嚴問題，點樣平衡係一門學問，但宗旨係一切以小朋友安全為先，唔好怕尷尬，事先白紙黑字講清楚。係第四部分，我哋可以點做？俾所有香港爸媽嘅實用建議。鬧完，我哋要講解決方法，點樣可以減低呢啲可怕事件發生？俾僱主爸媽嘅建議：一、面試要深入，唔好怕煩，問具體情景題。如果 BB 喊足半個鐘都唔停，你會點做？你知唔知咩叫嬰兒搖晃症候群？點樣同3個月大 BB 掃風？聽佢點答，睇佢反應。要求提供前僱主，特別係有幼兒家庭嘅聯絡方式作 reference check，唔好怕醜。二、投資喺培訓上。家姐到埗後唔好急於放手，頭1個月當係超密集培訓期，自己請多幾日假，或者請陪月再幫手，一齊照顧，親身示範每一個步驟。準備好中英文圖文並茂嘅照顧手冊，帶姐姐一齊去健康院，等佢聽下醫生姑娘點講。3、明確訂立絕對禁止清單，好似公司守則咁，清晰列明唔可以搖晃，唔可以講粗口鬧 BB，唔可以同 BB 一齊瞓，除非特別安排，唔可以擅自餵藥等等。最好有中英文對照簽名作實。4、善用科技，明確告知安裝監控並開誠佈公，話俾姐姐知。為咗 BB 安全同方便，我哋了解情況，廳同 BB 房有鏡頭，希望你理解。呢個唔係唔信任，而係一個保障雙方嘅工具。5、建立溝通渠道，關心姐姐狀態，定期傾偈，問下佢辛唔辛苦，有冇困難，照顧嬰兒好嬲，要留意姐姐有冇過勞跡象，同時都要俾家姐知道有情緒問題可以同你講，一齊諗辦法。6、信任自己嘅直覺，如果你覺得個姐姐有啲唔對路，BB 有啲異常反應，一定要相信自己嘅感覺，立即檢查監控，突擊回家觀察，安全大過天。俾政府、中介行業同埋社會嘅呼籲：一、政府應考慮設立嬰幼兒照顧外傭專項認證。外傭若聲稱有照顧嬰幼兒經驗或者願意照顧，可自願參與一個由政府認可機構提供嘅強制性培訓課程同考核，內容包括嬰幼兒發展安全護理知識，重點講解搖晃危害、急救同情緒管理，合格者可獲認證。僱主請有認證嘅姐姐會更安心，甚至可以考慮將此認證與續約或薪金掛鈎，增加誘因。2、規管中介公司，要求中介公司對推薦照顧嬰幼兒嘅外傭提供基礎培訓證明，或至少確保其完成上述認證課程。中介唔可以只係買人頭，要有一定專業責任。3、加強公眾教育，衛生署、母嬰健康院等可以多啲宣傳單張或者短片，教育外傭同本地家庭關於嬰兒安全護理嘅知識，尤其係搖晃嘅危險。資訊要有印尼文啦、菲律賓文等版本啦。各位，我哋請工人姐姐係為咗分擔壓力，建立一個更好嘅家庭環境，而唔係引入一個計時炸彈。呢單新聞係一個好痛好痛嘅提醒。提醒我哋父母先係小朋友最終嘅守護者，我哋嘅警惕、我哋嘅準備、我哋嘅果斷，先係 BB 最堅實嘅防線。
同時，我哋亦都要明白，大部分工人姐姐都係盡心盡力嘅。我哋唔需要因為個別事件而對所有姐姐產生偏見，但我哋必須用更精明、更系統化嘅方法去篩選、培訓同監察。希望阿詩嘅 BB 冇事，健康成長。希望呢單案可以令社會關注呢個漏洞，推動一啲實質嘅改變。更希望我哋每一個有小朋友或者準備迎接小朋友嘅家庭，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發，保護好自己嘅寶貝。以上就係我對今次事件嘅一啲睇法同建議。我知道講就好容易，實際做會遇到好多困難，但為咗我哋嘅小朋友，呢啲功夫真係唔可以慳。如果你有更多心得或者唔同意我嘅觀點，都好歡迎喺下面留言一齊討論。如果你覺得段片有用，請分享俾你身邊有請工人姐姐嘅朋友。多謝你哋收睇，我哋下次再傾，拜拜。